来看台积电第二季发说会，台积电表示，因为整体经济情势无期待，客户对库存的管控更较严，才会甲2023年全年营收搁调降，按算要降10%。另外，针对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起第一季的晶圆厂，台积电嘛讲有遇到挑战，所以量产的时间会延后到2025年。中原大港龙头台积电20举行第二季发说会，股价小盘做收。虽然最近 AI 人工智慧需求增长，也毋过台积电表示，受总体经济情势继续加冷，中国需求复苏比预期慢，甲客户搁较谨慎管控库存，所以搁一摆下修2023年规年的营收。Even we have a very good AI's processors demand, is still not enough to offset all those kind of macro impact. So now we expect that the whole year will become minus 10%. 台积电预测，无晶圆厂半导体库存要到第四季结束时，才会来到更较健康、更较低的水准。就算2023年更较有挑战性，那以美金来计算，未来几年有望预期维持15%至20%的年复合成长率。那伫海外市场进度，台积电坦白讲，伫美国亚利桑那州当地建造的第一期晶圆厂遭遇挑战，原定2024年底量产会延到2025年。We are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, 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-grade facility. 台积电也说明，日本的晶圆厂是按照进度伫2024年尾进入量产。那欧洲的部分会加速评估德国建制车用特殊制停的产能，由于爱伫客户需求甲政府支持的状况来决定。台积电20下到吊柜线顶发展说明会，说明全球布局，也公布第二季营运结果，毛利率54.1%，比第一季大2.2%，也毋过表现犹原比预期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